来继续来看台南台警察的案件，今仔日宣判，凶手一审妨判死刑。这是去年的8月，为民敌外夜间逃脱的逃犯林姓吴，攻击来甲攀查的2个员警，共抬55刀，2个员警互抬甲重伤损击。这个案件经过1年外，再去宣判，甲判死刑，替托公权终身。去予杀害的员警的姐姐听到这个判决哭了。伊讲伊大概开庭拢会早到弟弟的制服，今仔日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代志。这个是从民权所民政寝室搜出来的制服，我每次开庭我都会带着他，因为我要跟他说，不管怎样我都会陪着他。哪讲哪哭，伊是顺治姓涂元敬的姐姐，手兄的是因小弟，在生时所穿的警察制服，听到一审判凶手死刑，情绪真激动。请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变好的可能性。另外一个顺治的元警阿杰，听到一审的判决，伊认为这是家属应该得到的正义。这个判决对于我们家属来讲，是一个不是迟来的公平，是一定的正义。我们曹家跟涂家是绝对的拒绝他的道歉。被害者家属经过东外来折磨，总算小可会当放下。这件2022年8月份惊动全国的台警察的案件，当时有2个员警伫台南安南区，伫对查查拉车，想要到何位明敌外夜加逃脱的林姓吴，毋但将枪抢去，搁向警察车开6枪，甚至跟抬55刀，致使员警死亡。台南地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林姓吴死刑，替托公权终身。购买这个弹簧刀的时候，就预设要以利刃跟他人一决生死之意，且依被告犯罪情节还有砍杀的手法，都可以认定被告在杀害2名员警的手段是情节最重大，认为被告仍存有高度再犯的可能性，且难以期待被告有再社会化的可能。经过司法精神鉴定以及量刑鉴定的评估后，台南地法院宣判凶手林姓吴死刑，幸福家属应有的公道。验过这个案件，议员会当上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